台中市一間木作沙飛企業，專門用無人愛嘅塑料來做作等日到送本弱勢家庭也係團體。安尼唔但將東西唔會弄黑，還大幫嘅動業。從事業用言之講，一旦一開始係提沙去做資源回收，下後能囤充量，並提囤無人愛嘅塑料拿來再個利用，為到愛繼續經營落去，下後轉建做沙飛企業，用言之嘅拉嘢用文強。負責開發產品，做招人客需求嘅家企，接訂單來賺錢。用言之係負責事前繼續做工業。師傅圖嚟學生哥撈住幾檔去翹起來。做上嘅話，人天做嘅，也就可以再利用，包裝嘅也就可以再利用。呢啲標哥都係對工廠非常理解，譬如取到某種嘅東西，來到兩位就變做有種嘅東西。先來扣呀檔嘅，扣用唔得嘅就回收出嚟冇用，就去用得嘅部門來做，所以像嗰個手錶嘅啊，哪種能夠有幾多上係用得嘅？差唔多有六成左右嘅。條介塑料嘅處理冇咁貴，為容之切，還主動到成體為做，用唔得嘅還會打鐵。因為我哋喺綁檔嘅就，我裁切我刨嘅就，家庭老公冇人㗎，但是也冇多數嘅就，保護也省力。用嘅錯嘅東西，目前才打掃，做唔得做家企嘅，從哪裏做籬笆，做唔得做籬笆嘅，搞面類還做其他用途。這衣啊，簡單嘅衣啊就好啊。嗰幾隻菜糕就兩地幫小他就好啊。為70歲嘅入分業係兩件木造沙飛企業嘅主工師傅，專為想法差唔多，做自己嘅鐵為內點服務。網路上看到嘅，認為我有一些技術那些可以移轉，教一些需要的人。有神來看移轉，因為講你做呀，用嘅事情對我有一些接近。學到蠻多，就是一些木工的技術啊，然後還有一些就是待人處事方面的，因為這邊有時候會有一些客人來參觀什麼的，就會來做一些待人處事一些道理那些。覺得這裡的話，像是回收再利用啊，就是很環保，就是可以讓我們多一個環保的技能知識，這樣子。有位係台中唯一一間木造沙飛企業，專門攞回收種類嘅塑料，拿來再個利用，還工作性家企掠到，送本有些家庭也係團體。譬如說有狗屋或者是一些團體個體，他欠缺必備的家具，有些基金會他晚上收留免費收留孩子，他沒有桌子椅子，我們就會招募志工想來學木工的，一起做那個他們需要的而且必備的家具。睇下嘛，幾條係啲沙企就自然回收，專為塑料處理起來當廢棄，冇因為回收，也唔啲會用咗啲用，幫每幾條要求專門嚟做回收塑料。因為木頭就搞鋼誒，所以大家都覺得很耗時，所以大家就為之卻步。大家知道我們會幫忙收這一塊，所以量就大了。這塊時還唔到曉得，你冇愛嘅塑料乜嘅都收，結果根本就做唔得，打掃睇東到錢老時間。當時那時候想說有木頭，就去收，什麼木頭都收，包括人家裝潢的甲板拆下來的那個美利亞邦的甲板，那個釘子滿，真的叫滿目瘡痍，那個完全不能用。然後甚至於站板，人家已經擺了3、5年。在外面風吹雨打都是凹干的呀，也不能用了。天天嘅好，天天嘅就咩出幾種方式，為到為匆匆叫叫來建議，還有專興做沙飛企業，唔單強開發文創小東西，也將應合天做嘅家企，設家企簽運來路。因為這個是舊的，那我就說，那你舊的可以留下來，我再幫你改造一下，讓你變新的家具。但是我們後來買了機器，因為你機器還是有維修費啊，等等的電費啊、場地費。我們常常靠別人，如果有時候真的沒有貨源的話，沒有經濟來源的話，我們也比較會比較很難，也難延伸工藝這一塊的。譬如說菜購啦、手機座啦、
书架啦，哈，比如说刚刚的那个弹珠台等等，啊，甚至于可以量身定做你们想做的东西，几乎我们可以协助做成文创商品。那另外在学校的部分，我们也做大型的木作景观。伊小可暗较好。安尼啦，安尼是。哎，无要紧，你先安尼去，对好准，下骹对好准，轻轻讲就好无？老พ่อเขากับ树料嗲掉，掉介掉，攝介攝，土人沙起間龍衣架，窮下來做染子推，鼠為天土，頭腦也為主。動動腦筋啦，才不會痴呆。過來就是講鍛鍊身體嘛。出來外口安尼吼，叮當叮當的吼，比較活絡啦。不要在家哈看電視。我今仔日來這學偌濟咧，學安尼會當做這個物件，真的很好啊，很棒啊，很真趣味安尼。對沙期人潮做起時間記到，喺一起大家做沙期嘅工作也係關心有些團體，都會讓路行用發包做主題嘅廢材動土丘老台中嘅電腦，也係記到打造嘅入山空間。那個國際志工來，那我就帶領他們，然後我本身就是美術系的，所以就帶領他們來把這一面牆完成，配合花博的那個展覽哈，可以美化我們這個都會沿路這一條本來都是黑色的牆。3-5公里都沒有椅子，那運動的人有休息的空間，還有在這裡打掃的、環保的。做那個水電修樹的，常常這樣來一整天，他們真的好辛苦，都也沒有嘿之類的地方啊，所以我覺得常常有時候看到中午，他們會躺在這裡或坐或臥休息一下，我就覺得啊，很有價值啊。後生時條路做到公共館，幫每實電路全行落底，韓國很多高高大大嘅中日子，兩下動小福。之前是顯形存款賺得很多啊，真的就是超級拜金呐。現在隱形存款賺得多，老生常談說助人為快樂之本，真的，其實幫助別人很快樂。老人冇偉大東西，哪裡做到做先生命？唔單搶做環保，也做得老人退休，還下力窮做住年輕嘅人，窮下老師嚟做照顧。如今自講，也係一種善感循環，也為日子繼續下去。